在地人在地前来到南投，这个南投市区往中兴新村一个大路口的造化岛，除了种花，竟然搁来种旺来。原来是因为旺来是南投甲民间的特产。南投县政府讲，伫这个造化岛种旺来，除了立美化，嘛会当推广在地农产。 南投往中兴新村落做事桥了，会使看到边个造化岛种真侪新的花草，看一个真发现讲是旺来，引起网友热烈的讨论。就种在那边，感觉半夜会被人家偷走。会有人想吃凤梨去把它偷走这样子？应该会吧，很有创意，应该没有人想过会把那个东西种在那里。 种的品种是金萱17号，农业处长苏瑞祥表示讲，希望乡亲游客看到了会想要食旺来，支持咱的农特产。凤梨是本身就是一种旺来哈，还有一种好彩头的意思啊哈所以在一个一年的开始里面哦用这种凤梨哦，第一个就是推销我们的农作产品哦。 网友烦恼讲会防头晚去，这个农业处长讲，这伊袂烦恼，乡亲拢真有素养，会共同来维护饲养环境。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